唔講唔知情人節嘅由來。其實咧，關於情人節嘅起源呢，一直都有流傳住唔同嘅版本嘅講法。當中最耳熟能詳嘅呢，就係嚟自於古羅馬嘅版本。話說喺西元3世紀嘅時候，古羅馬有一個暴力嘅君王，佢叫做克勞狄斯二世。因為當時古羅馬一直處於戰火連綿之下，為咗擴充軍隊嘅實力呢個皇帝呢就禁止所有羅馬人結婚，要求所有單身嘅男仔呢都要加入軍隊。呢個命令呢就令到好多情侶怨聲載道，亦令到一位呢叫做華倫坦嘅主教呢起咗憐憫之心，偷偷地為啲小情侶主持婚禮。但係過咗冇幾耐呢個皇帝克勞狄斯二世呢就知道咗呢個消息，佢好嬲，下令要立刻處決呢個華倫坦主教。之後，人民為咗紀念華倫坦守護愛而勇敢不畏強權嘅精神呢，就將每年嘅2月14號定為紀念日。所以聰明嘅你呢，應該知道點解情人節嘅英文係 Valentine's Day。